现在继续来看台积电爆发的内鬼泄密案。而这个台积电做超过10年的姓陈的工程师，跳到日本的公司了后，甲2个精通师来联手，偷翕到2奈米的技术。这3个人因为违反着国安法，被起诉。其中这个主嫌姓陈的工程师，被求处有期徒刑14年。今仔日开2审庭，要来决定是要继续收押，也则是交保。为什么要弄台积电机密啊？枪手3双手封扣起来，3个前台积电的工程师涉嫌来信通外轨偷摕机密。泄密有收钱吗？会认罪吗？要凭交保吗？今仔日法院开2审庭，传3人去问话。今日上头前4位工程师是前台积电化学制程甲良率部门，第24个工程师捌伫 F20厂良率部门。今日上后壁就是本案的主嫌姓陈的工程师，伫12厂良率部门做超过10档，后来离职，所想要偷摕机密。今年5月，台积电资源部门发觉2奈米的制程敢若互内部员工漏泄出去。检调查出，离职的员工姓陈的工程师后来去日本的东洋微领，为了要争取更较侪台积电站点设备的供应商，所以同款是清大学弟姓吴甲4个工程师偷翕10多张2奈米技术制程。代志出破后，3人被依照违反国安法起控起诉。疑审的重点在于考量是否犯罪嫌疑重大，以及是否有羁押的必要。羁押的必要会考量是否有逃亡、灭证、串证的情况。如果有的话，恐怕就会继续维持羁押的裁定。河谷县山台积电发生内鬼漏泄秘密的风波，3个工程师去控羁押，而且互检方求处当刑，上当关14档。2审庭3个人将会并交保换自由，也不过因为牵涉到重罪，工程师的前庭恐惊已经有期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